社民連踩場，何俊仁被圍。雖然民主黨提出政改改良方案，佢哋參與嘅普選聯尋日搞集會，點知撞正社民連拎埋超錯貼紙嚟踩場。點解唔接得啊？我諗你唔好係嘛？打人啊！我打咩？我幫你點好佢係嘛？2012政改改革係咪超錯啊？我哋問㗎，係咪超錯啊？我問，如果我哋有實質嘅係咪超錯啊？你點啊？咩實質民主啊？你吔屎啊你！你咪走狗！面對住社民連，蔡耀昌連解釋嘅機會都冇，佢哋仲衝埋上台，周圍貼呼籲星期三包圍立法會，逼政府撤銷政改嘅宣傳單張。民主黨主席何俊仁嚟到啦。民主黨最無恥，民主黨唔該。唔該。有支持同反對改良方案嘅人，即場爆發衝突。我依家覺得啊，我依家覺得你仲係，咁我哋嘅集會即將開始啦，請大家俾啲音樂啊！俾啲音樂，何真入票有件事啫。小圈子選舉，呢個方案之後，於是大家就我民主黨幫我，係佢打人啊！你推我，眾目睽睽之下。何俊仁之前仲有去城市論壇討論改良方案，同樣成為眾矢之的。唔係你哋依家優化方案，係咪增加咗功能組別嘅議席？你哋係咪出賣咗香港選民？係咪俾粒糖衣毒藥我哋去食？好啦，我無論你呢個方案係好定係唔好噶，對於全香港嚟講咧，嗰個消化嘅時間實在太短。咁我哋今日所面對嘅係咪要攞個階段性嘅民主進步嘅實質成果，然後再為未來嘅目標繼續奮鬥、繼續抗爭，就係嗰度。到走嗰陣，一班80後仲係唔肯放過佢，要由警員開路護送佢走。民主黨出賣香港，民主黨出賣香港。其中一個男人想衝向何俊仁架車，俾警察攔住，一個警員被推跌，事後3個警察包圍個男人，但係佢仲係咁掙扎。喂，要埋一邊我哋。嗱，唔好理我。警察你都過到嚟啊！嗱，剛才有個差人跌低咧，就唔關你事嘅，佢自己踢中你隻腳打低嘅啫。最後佢被帶返警署調查。